天气热扑扑，市面就塞一寡会当互人感觉较超前的产品，像讲即款安全帽的珠啊，讲会当互人的头壳皮较袂感觉烧滚滚。汉医嘛特别解说讲，因为一寡汉药草有排湿气的效果，安尼头壳皮就会当感觉较舒适。另外，还有业者做世代冷气，讲添冷水就会当降温。天气真热，袂少人出外摕出这个消热的小物件。即马就连冷气嘛有鼓吹版的，伫内沿甲斗这个水冷版的设计，安尼毋免冷媒，甲天水就会当制造冷气。虽然讲降温的效果无一般的冷气遐好，毋过价小加真俗，要炸嘛真方便。若是甲行到外口，日头实在有够炎，会使讲是通勤族的噩梦。则有另外一项消热的小品，这时阵就会当甲派上用场。甲看这款型的凉珠啊，会当甲放入去安全帽内底，大细阁拄啊好。伫个内底标本讲有加这个草药的成分，通互头来散热，正做最近上夯的消暑的这个小品。啊，是讲伊散热的原理到底是安怎嘞？在这个头皮上面呢，它就可以利用这个部分啊，吸收我们的这种湿气呀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浊气。中医师解说讲，亲像薄荷、土茯苓、咸毋食的，伫咧外用的时会当排除体内的湿气，达到气热的效果。像这款会当消热的帽珠啊，民众嘛会当家己动手来做哦。可以用一些清热的药材，把它包在我们的这个纱布里面，就有点当成2-3层的这个手帕，但是这个手帕要吸汗的。这几天的高温实在互人记载袂牢，除了会当利用这个消热的小物品来降温，专家嘛提醒讲，要是尽量秘伫咧厝内较好，才袂伤热来受到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